點解吸氫對我哋嘅身體咁緊要呢？就係因為佢係幫助緊我哋每一個細胞製造能量嘅工廠，即係粒線體。佢係令我哋全身嘅每一個細胞都可以平衡，都可以穩定翻，咁製造翻足夠嘅能量。已經證實咗係呢粒線體係影響住我哋每一個人嘅新陳代謝啦，同埋我哋嘅免疫系統嘅功能嘅。佢係管理同埋平衡我哋嘅新陳代謝同埋免疫系統功能。所以當氫令到粒線體製造能量嘅過程得到達至平衡嘅時候呢，粒線體亦都能夠正常咁運作，佢就能夠正常咁控制我哋嘅新陳代謝啦，同埋免疫系統。咁當我哋嘅免疫系統係正常同埋健康嘅時候呢，佢所產生出嘅免疫細胞，即係白血球細胞，同埋嗰啲記憶 T 細胞，同埋吞噬性 T 細胞，能夠令到啲細胞有更長嘅存活能力。當呢啲細胞能夠生存得更加耐嘅時候呢，佢就有一個更大嘅能力去幫我哋對抗病菌啦。即係話，當我哋身體強壯，所產生出嚟嘅抗體就能夠有一個更長嘅存活時間。咁我哋就有更加大嘅能力咧去對抗外來入侵嘅病毒啦。由我哋 T 細胞所產生出嚟嘅抗體呢，亦都能夠存活更加耐，就令到我哋有更加強嘅抵抗力去抵抗呢啲疾病。點樣先可以為身體補充翻足夠嘅能量？由自然療法嘅角度出發，我哋就要幫身體睇翻點樣先可以補充翻足夠嘅能量啦。首先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啦，非常重要，就係粒線體咧係我哋身體產生能量嘅最主要工廠，最主要嘅發電機。幫助我哋咧製造最大嘅能量咧，就係 NADH。點解呢？咁喺補充能量之前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嘅能量係點樣做出嚟嘅。咁係時候我哋上翻一堂生物堂。每一個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嘅人都需要能量㗎，所以我哋係上一堂每一個人都需要知道嘅一樣生物知識，係你人生最有用嘅生物堂。身體細胞係點樣製造能量嘅呢？就係透過呼吸作用。呼吸作用就係細胞製造能量嘅過程。細胞所製造嘅能量呢，就係叫做 ATP。呼吸作用嘅化學式呢，就係葡萄糖加氧氣就製造咗二氧化碳、水同埋能量啦。等我哋而家嚟睇下簡單版嘅生物細胞啦。黑色嘅箭嘴指住淺藍色嘅外圈就係細胞膜，最大嗰粒紫色圓波波呢，就係細胞核啦。咁佢入邊呢，就裝住我哋呢一個細胞入邊嘅 DNA 啦。細胞質就係而家閃下呢個白色嘅位置呢，就係細胞質啦。除咗細胞核之外呢，其他嘅地方喺細胞入邊都係呢個細胞質。而紅色呢個橢圓形嘅一粒呢，就係粒線體啦。仲記唔記得我哋頭先講過呢一個呼吸作用嘅化學式呢？細胞製造能量嘅3個步驟，第一個製造能量嘅地方就係細胞質啦，佢能夠製造2個 ATP。第二同第3個能量製造嘅地方呢，就係粒線體啦。第一個製造能量嘅步驟就係糖解作用。糖解作用所發生嘅地點呢，就喺細胞質，而發生反應嘅嘢呢，就係葡萄糖啦。就好似個名你就明，糖解作用就即係話分解糖分啦。主要產物呢，就係2個丙酮酸，而副產物呢，就係冇嘅。咁呢一個作用亦都唔需要呢用到氧氣嘅。而呢一個糖解作用呢，會製造咗2個 ATP。
由於糖解作用呢未能夠為身體製造足夠嘅能量呢，所以呢就需要有以下嘅步驟呢去幫助身體製造更多嘅能量啦。第二個步驟叫做克雷布斯循環，或者叫做檸檬酸循環。而第二個製造能量嘅步驟呢，就係粒線體發生啦。喺第一個糖解作用入邊製造嘅產物丙酮酸呢，就會擺咗落去粒線體度做第二個步驟。第二個嘅主要產物呢，就會係高能量嘅電子載體，即係 NADH 啦，或者係 FADH2。喺第二個步驟嘅副產物呢，就係二氧化碳啦，就係我哋平時排出嘅二氧化碳就係咁樣造成。第二個步驟嘅檸檬酸循環呢，都淨係可以做到2個 ATP 喎，所以都未夠能量呢去支持我哋日常嘅生活。而第三個步驟呢，就係電子傳遞鏈啦。呢一個亦都係喺粒線體入邊發生嘅，由高能量嘅電子載體即係 NADH 啦、FADH2 作為今次嘅反應物。第三個電子傳送鏈呢嘅係主要產物呢，就係能量啦，佢嘅副產物呢，就係水，而佢係可以製造到28個以上嘅 ATP 嘅喎。咁點解會有呢一個上下嘅可能呢？就因為呢係由呢個高能量嘅電子載體呢去影響住能夠製造出嚟嘅能量係有幾多嘅，係一個大約嘅數目嚟嘅啫。NADH 係細胞製造最多能量嘅物質，而隨住年齡嘅增長呢， NADH 喺身體嘅含量呢就會變少。NMN 能夠喺體內轉化成 NAD+，令身體能夠產生足夠嘅 NADH， 令每個細胞亦都能夠有足夠嘅能量。有足夠嘅能量，細胞就能夠保持細胞健康年輕，保有正常嘅細胞周期。粒線體入邊嘅電子傳遞鏈嘅運作呢，係用咗 COQ10 去幫助粒線體帶動電子呢去製造更加多嘅能量嘅，而氫呢 H2 呢就能夠增加身體入邊嘅 COQ10 含量，令身體能夠製造更多嘅能量啦。氫氣控癌呢一本書入邊呢，就有25名嘅癌症患者呢，有18個經過呢一個氫氣嘅治療之後呢，增加咗自己身體入邊嘅 COQ10 濃度嘅。咁可以睇翻個 graph 啦，就可以見到治療前同治療後。氫加 NMN 呢就可以同步做到排同埋調細胞製造能量同循環系統嘅真相。COQ10 對身體嘅重要性。基因表達呢涉及細胞信號傳輸、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埋細胞嘅運輸。COQ10 細胞信號傳輸對維持健康嘅作用。細胞信號傳輸嘅目的呢係回應同埋適應身體內部同埋外部嘅環境。由於佢哋有助於身體嘅調整呢，所以正常運作嘅細胞信號傳輸路徑呢，對維持同埋增進健康係非常之重要嘅。因此，當細胞信號傳輸路徑運作良好嘅時候呢，身體就能順利咁運行啦。壞嘅自由基為細胞帶嚟咗啲乜嘢最嚴重嘅影響呢？壞嘅自由基會加速細胞分裂嘅過程，令細胞分裂出現問題，因而增加造成更多變異細胞嘅機會。癌症呢，就係身體細胞變異造成嘅。氫呢能夠活化粒線體，增加身體 COQ10 嘅含量，令粒線體能夠幫助身體製造最多嘅能量，同時亦都帶走壞嘅自由基，減低細胞嘅異變。NMN 身體會轉化成為 NAD+ 啦，咁 NAD+ 呢係能夠幫助我哋身體製造能量，而第二樣嘢呢，就係可以幫助我哋製造抗逆細胞嘅。粒線體只係製造能量嘅工廠咁簡單。粒線體其實除咗製造能量之外呢，同時亦都係調節我哋身體嘅循環系統啦，同埋免疫系統嘅。而調節我哋嘅免疫系統細胞呢，係透過3個方法嘅。激活啦 activation， 第二個就係細胞分化 differentiation， 同埋生存 survival 細胞周期。透過頭先嗰3種調節之後呢，
就能夠改變我哋嘅循環系統嘅運作啦，從而改變免疫系統細胞。而第二樣呢，可以令到呢粒線體呢能夠調節我哋身體呢發炎嘅反應嘅。氫同 NMN 呢，除咗幫助我哋製造能量之外，仲可以幫助免疫系統製造抗體，調節粒線體內嘅色氨酸代謝，幫助身體產生 T 細胞，造成免疫反應、免疫嘅包容，同埋推動新陳代謝。聽我講咗咁耐，我諗大家都已經覺得好悶㗎啦。咁所以而家呢，我就請嚟呢個顧小培博士幫我哋講下究竟乜嘢係免疫嘅包容啦。免疫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叫做免疫嘅包容。嗱，免疫包容嘅意思係咁樣樣，譬如話而家有一個女士佢懷孕啦，咁嗰個胎兒咧就一半嘅遺傳物質就來自佢嘅爸爸啦，一半就來自佢媽媽。咁即係話個胎兒嘅遺傳結構同佢媽媽嘅遺傳結構咧係唔會完全一樣嘅，因為溝咗啲爸爸嘅遺傳物質入去。咁亦即係話個胎兒做出嚟嘅所有蛋白質咧，同佢媽媽嘅蛋白質咧都唔會完全一樣。咁但係個胎兒咧要住喺個媽媽嘅身體，要住40個星期喎。嗱，呢段時候咧就會出問題啦。嗱，媽媽都有個免疫系統嘅，呢個免疫系統係保護媽媽嘅啫。咁喺呢個懷孕期間咧，媽媽嘅免疫系統咧就發現媽媽身體裏邊咧有越嚟越多唔屬於媽媽嘅蛋白質喎，係胎兒嘅蛋白質。咁呢個免疫系統，媽媽嘅免疫系統咧就要去消滅嗰啲外來蛋白質，即係話要打死個胎嘅。咁個胎咪死緊咯。咁個胎點可以保護自己咧？佢就出動一個酵素叫做 IDO， 全名咧叫做 Indoleamine Dehydrogenase。呢個 IDO 咧就會將衝到埋嚟要打佢啲免疫細胞咧，媽媽嘅免疫細胞咧就將火氣好大嗰啲免疫細胞咧叫做 cytotoxic 嘅 T 細胞咧就變成完全冇晒火氣嘅，係睇門口嘅叫做 regulatory 嘅 T 細胞，調節性嘅細胞。咁呢個現象咧叫做免疫嘅包容。氫同 NMN 呢就能夠製造能量啦，推動新陳代謝，修復免疫系統，令身體能夠有最好嘅免疫力對抗外來嘅病毒啦。